讲到那种茶墙呢，伊无办法马上拿来生嘛哈，所以茶墙变做那种储资产。农民呢，假使茶工厂，农民可以茶工厂，然后茶墙变成储资产，那部分是唔是大税？但是那种储资产，假使买本有品牌茶公司，那部分都在大税嘛。虽然上一趟节目当中讨论。台当来宾做的介绍，不过台下详细很讲啦哈。想要先请教我们的张主秘，就说刚刚其实还有很多乡亲认为说这个部分他们有所疑虑了哈。那这部分你们是再做一次的澄清，就认为说这法条这个法律的文字写得太拗口了哈，不够白话，大家拢听无看无了哈。那这要怎么办呢？我头唔知影讲咱所谓考主所讲的讲，是安那大家讲的意见委员甲恁讲的甲阮国税局执行的煞无共。其实伊迄个公文内面是安尼写101年6月28，财政部改税令是安那写的，说农民，我头有讲的，农民接受其他农民委托将伊收的这个地青加工，这个农民的这间地经，伊替因这厝边这农民来加工这地青加工了，佫摕倒互遐农民这个部分，这间地经唔免扣，唔免办营业登记，唔免扣税，这个部分。完全没有变更啦，而且是讲咱农民自产自销的，头咱干处长讲啊清清楚楚，自产自销部分拢没有课税的问题。至于讲你头仔讲当然你会讲我想讲我像你来讲你讲我交互大盘这1000万2000万那个部分呢？我们假设讲你讲1000万就好啊，我若讲要卖这个中盘商，还是要迄个行商，还是要卖予地药公司。有1000万的这个交易额，到底有偌济面积到我生产这个物件出来？我头仔嘛甲委员讲啊，你也假使讲头按照咱头仔个6月28迄个改税令讲，你着农民家己生产的，讲我有100公斤的这个地青，互你来甲加工，这个加工你毋免办营业登记，你是农民嘛，你做加工，你家加工，这个毋免办营业登记嘛，免扣营业税，这个。伊摕了你加工以后，等于就伊退转去啊，退转去，伊家己去卖啊。假说伊只做了以后，100万，伊去卖哦，即个地药公司，伊开100万互伊，国税局无可能去查。伊100万，伊也讲伊有家己有生产遐济，都没有问题啊。现在问题讲，你只个厝边隔壁只讲，咱若讲厝边隔壁拢做有8人，这样100万的摕来你遮加工了，你因无家己开发票。开收据，开农民的迄个农产品收据，互即个地药公司，伊总讲我无爱开啦，我要惊麻烦啦，有你即间地经来甲开，你地经你家己生产的干200万尔，你加上因遐地经800万，总你1000万啊，1000万开出去，人家通无过啊，咱的地农有法度一个人一年都生产1000万的地hiệu，到底伊是偌济？恁国税局就近去查看有是毋是事实？所以这个问题发生问题啥？阮来解释啦，是毋讲我厝边这人伊卖我当时，可能伊地青加工了卖我是80万，我因为我有迄个对库，我直接去卖互因遐地药公司，我100万卖，我会当趁20万啦。我计上毋爱互因遐人知影讲我到底卖偌济啊，所以我用安尼用我家己开发票，你开发票开收据，开农民的收据，开1000万，这个金额是毋是？达到讲人去注意啊！这把火一开始是从这个国税局放出来啊，现在国税局花了很多力气来灭火好像成效不是太好。那委员是再来做一番说明。这个主笔在讲到考主的情形，考主的情形真清楚，就是6月28日，伫立法院阮所讲的这个行政命令的内容，阮是写讲农民接受其他农民将其收获之查清。将其收获之查清，这个将其收获不管你是买卖，不管你是委托代工，拢包括伫内底，叫做将其收获，知无？注意。所以你讲因到时苦主收了1000万交去这个地米公司了后，你要来追踪讲，你哪会？你哪有可能做1000万你这一定有问题。我就甲你讲，已经伫6月28这个行政命令写甲足清楚，农民委托。农民收获之查清，过来，农委会即摆咧推动啥？你知无？叫做联合行销，厂农一家啦。工厂农民一家伙啊，然后联合行销，这个是我们农委会现在在推动啊。他希望农民结合力量，才能
促进农民的增加收益。所以国税局现在所做的跟农委会照顾农民的政策是矛盾的。所以你讲叫阮这个苦主吼去找10个、找20个，你若买地青吼，啊叫伊开收据出来，啊叫地公司直接吼要去印证，要去对销，这真正像头拄仔这位目镜讲的呢，这人会惊死呢，你知无吼？后来看一摆了公文了哈，说农民接受其他农民委托，将其收获之茶精加工，免办营业登记，并免征营业税。就是说，茶工厂可以不用办营业登记，那这个茶青加工之后，这个粗制茶也不用征营业税哈。所以这个公文写成这个样子哈，那这个委员已经解释过很多次，那不知道台下乡亲有没有看懂了，还有没有意见？好，后面那一位。他这个是一个行政命令，我应该接着说，要立法，法律才会保护我们。行政命令随时会改，就这样子。他们从白天一直忙到晚上，政府的官员竟然还讲说他们游手好闲。我有时候心里面会淌血，真的认为说这些辛苦的农民辛辛苦苦的，以前没有征的税，为什么现在要来征？以前就没有啊，那你们为什么不找源头那些大户的那些茶商呢？啊，硬要苛这些农民的税呢？以前没有的东西，以前也是茶青变成了毛茶，不是这样子吗？那为什么现在要来苛呢？你们要苛，为什么不去苛军公教？苛这些辛苦的小茶农们。啊，你个想法嘛，咱政府得鼓励咱的少年人返乡来做农。结果咧，你即摆要甲因扣税，我是想要讲啊，伫外口22K 无阮倒来厝诶，住家己个厝诶，生租金，住在厝诶，啊，庄卡收费省。结果咧，恁即摆要倒来要甲因扣税，啊，你有想法嘛？你啊，迄个增值，迄个遗产税一届就减偌济？结果遐好野人，你拢扣袂着，你才来扣阮遮善食人，啊，辛辛苦苦的善食人。啊，恁立法院什么人？哪一个党最多？国民党。那你们不帮我们把这个产品带到国际上，都已经真害啊！结果你过来打压我们，所以这一起一个，行政命令你一党独大，一党最大的话，你要改不改在于国民党要不要而已。如果要，很简单，都不要今天那个主秘也不用来，就在中央马上过了嘛。你美国鸟都可以过了，你什么都可以过了，跟农民偌济钱你无才了过。好，我是希望这场了后会使带动讲咱农民的团结，来让咱的年轻人返乡来务农，把咱的农业把它推到国际上。尤其台湾茶是全世界最好的茶，那我们要把它推到国际上。谢谢。好，谢谢。好，显然这位年轻的茶商茶农，他有热血，也蛮有良心的哈。那我给陈处长一个这个平反的机会哈，代表这个南投县政府，是不是跟我们茶农做一些说明？好哈，感谢大家哈，听大家遮侪意见吼，真好啦吼。当然啦吼，政府伫做诶代志吼，有时阵无法度完全满足大家诶需要啦吼。但是莫讲政府拢无做啦吼，确实咱即几年嘛做真侪甲咱吼地农有关诶代志吼。另外就是讲，大家头前都讲到讲肥料真贵啥，即政府嘛知吼。所以其实即摆肥料，大家即个计价吼。咱家己负责差2/3尔吼，其中差1/3伊是政府补贴的吼。咱农委会一年内底吼，过60亿拢咧补贴这个肥料的差额吼，大概有1/3的钱是政府出的啦吼。大家可能无即款感觉吼，其实这个部分政府实在拢有伫做吼。多谢各位，谢谢。好了。大家都继续很努力啦哈，来看一下，就说其实，在台湾茶的消费量是相当高的哈。不过有人讲，其实台湾哈进口茶很多，台湾也有农民讲其实进口茶来打压台湾茶的情况也非常严重。好了，看一下，两海量前空摄影眼进口茶老收费量，台湾在2011年，就是说去年的时候，进口茶有29267吨。进口有2万人吨哈，那台湾生产有17000人吨，但像你南投县哦是1万人吨，所以南投县是台湾茶米生产最多的地方哈，所以它淹湿。那算起来呢，你过年一年收费头1.7公斤的茶，卫生署呀，卫生署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说只要有包装茶哈，
像这样的包装茶，当然不是我们南投这个金萱优良茶，就秋野包装茶里面只有1%是台湾茶，它的茶产地就可以写成台湾，99%可能是从越南啦、印尼啦、斯里兰卡来的茶，都可以说是台湾茶。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影响我们的茶产业。那这个部分，我们委员是不是可以从法上面？因为这个其实监察院也针对这个卫生署做过纠正，就说：你怎么可以1%的台湾茶，99%都是进口茶，你的产地可以标示成台湾？这个部分是不是对？来立法方面要好好来追踪一下。台湾茶不怕竞争啦，台湾地唔惊竞争啦，就怕这些鱼目混珠啦，所以我们是一直在要求农委会推展所谓生产履历，就是它的生产的这个过程，还有它生产地都要清楚的标明。你是大陆茶，你就是大陆茶；你越南茶，你进口入来，你就是越南茶。虽然咱即马加入 WTO， 咱台湾的农业都要面对到外国的这个竞争，但是我们一直在推动台湾人喝台湾茶，因为咱台湾茶，咱的制作拢是全世界上优等的这个制作技术，咱的地hiệu，咱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气候，水质，咱所生产出来的地hiệu，嘛是拢全世界上好的地hiệu。有好的地hiệu，有好的技术，咱做出来的就是上好的。我们不怕竞争，但是我们就怕有一些不孝的贸易商人，确实是进口越南茶也好，大陆的这个茶也好，来在南咱的台湾茶然后用台湾茶去做促销，所以我们已经要求农委会未来在生产履历的标示上要100%的正确。南投县政府农业处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数字会觉得触目惊心？是不是针对我们南投生产的好茶，也要做更明确的保障，一些措施要出来？好，这个问题确实真严重吼。头前看迄个数字就是咱进口的茶比咱家己本土生产的搁较济。但是你即摆伫市面上讲，我要一罐越南茶，敢买有买无啊？买无啊！你到那个茶行啦茶行讲，我要一罐越南茶，敢买有买无啊？表示讲伊进口的这茶拢烂去啊，拢甲咱台湾茶烂去啊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头前委员讲的生产履历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就是产地标章产地标章。鹿谷乡好像有开始做。咱即摆有4个乡镇鹿谷鱼池甲德山甲仁爱4个乡镇有做产地标章就是咱公所咱乡长公所这来打这个产地标章的，会当来保证讲我这罐茶都是咱台湾的茶所以咱即摆就宣导咱的消费者若要买茶，就要买这款有产地标章的也是有生产履历的这就有保障，讲这就是咱台湾茶，袂去买到假的。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加强宣导啦来看一下，目前台湾的茶有哪有地方的茶还挺有名的好，这是茶界的名牌台湾讲到鱼池现在已经有做这个产销履历认证鱼池、宁野潭、法脸、台东，来台茶18号，这是属于红茶的部分，凤茶的部分。桃园龙潭要有凤玉，来全法高的茶凤玉部分。三峡新北市的三峡有碧螺春。嘉义阿里山有高山茶，你来到位南投县苗建乡，南投民间的松柏岭，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琼北凉头巴也有琼北重枪茶，是不是我们的松柏长青茶可以再一次在台湾的茶的市场上面打出自己的名声，打响自己名号？今天台下做这么多茶农，他们都非常的优秀，非常的认真，有没有可能松柏长青茶再一次的在台湾的这个茶的市场里面扬名立万？我请台下乡亲发言好不好？这位先生，松柏岭在夏茶、秋茶做饮料茶，但是春冬茶是好茶，所以我直接呼吁消费者讲，你来民间乡来寿天宫拜拜，来阮这买嘛有好茶。搁来呼吁一下讲，买亲买去真的茶，绝对买到进口茶，因为进口茶拢是手挽的。目前进口茶还无机械采的啦，当然我讲落了，伊毋知改变策略无，但是目前伊是拢用手挽的，机械采的才是咱正港咱民间乡。咱若春冬茶拢是好茶，我的特等奖一斤卖7、8千块，你言讲伊是歹茶吗？伊是好茶啊，所以消费者拢无理解。过来要呼应第二个问题是讲，拄则讲税金的代志。其实地产正正的时阵，如果农民早卖时，伊早就家己去卖啊，伊会趁较济。啥因为委托拄开始这演变过来，就是讲刚开始委托茶厂该做，因为伊袂晓做，还是伊技术无好，伊家私无够，伊无成本嘛甲迄个张主任讲。所以伊家私无够，伊来委托地产甲做，做来等来，好卖好卖。
但是因为进口地即摆影响到深美溪地，因为大家拢讲深美溪无好地嘛，我拄则有解说过，深美溪有好地，伊就要去买肉呢，伊讲迄叫做高山茶，对无？所以阮才变成歹已经愈来愈歹卖。但是你会发觉，刚刚我们有说到1000万、1500万是某某茶叶大的公司，伊来咱这买，伊嘛是包装，伊大公司有行销，它有通路，它就卖得很好啊。所以又个证明倒转来，民间地是好地，消费者拢买会到。但是消费者听到深美溪地，伊就无啥爱买，足奇怪。所以民间香农会本来是松柏长青茶的比赛，现在改做台湾好茶的比赛。啊，事实上，就是要澄清讲，消费者在民间乡买得到好茶。还有哪一位先生？啊，有倒一个有咱的乡亲时代茶农有意见的？好，我们请乡长做最后这个总结，好不好？乡长。咱的这个主秘报告吼，迄个委员，这件代志都由你去拍拼。啊，我嘛要拜托咱处长，咱比照屏东县农会，如果这件啦，甲咱扣税，由县政府出钱请律师解告，你若不爱，我民间公所来请，安尼好不好？决定唔好扣，哦，就这么简单。过来吼，那个主秘，咱的国税局的局长甲分局长，啊，甲咱的科长是毋是有来？有来吼，麻烦会当来一下无？你若像我来办，你会去互骗死啦！我无甲你骗。怎么样？阮这做客族吼，阮客族。今天的文件都带来了吼。客族，阮爱国府这个远客影音本哦。国税局竟然甲阮的农民叫去国税局个问讲你敢有影有注意？今天国税局有遮大甲会使你叫农民去遐问讲你敢有影有注意？这未免食农民伤够吧？阮即摆你讲拄则讲做迄4件有1500万的对无？1500万，阮的农民，阮的地厂有甲阮的客约书摕去甲国税局，但是他们不承认，那个局长有来无？局长拄则有伫遮嘛？站出来讲，免比到后壁。他不承认的，你变哪讲？伊1500万，伊有摕啊，我拢总摕12架，伊讲卖啦，摕创6架就好啦，你纳30-40万就好啦。有这个政府吗？欺负农民伤够吼，欺负农民伤够，莫安尼。哦，我知影你是中期的嘛吼，你会去互地方的甲你骗下的啦。你拄则你安尼讲，我还可以接受，你说我已经呈报，我可以接受。但是中期国税局那个科长呢？科长，伊公开甲我讲，就是讲，主要你若是地产买，就是一定爱税啦。恁的下属是安尼讲的哦，他就一句话，就是讲爱税。我迄工去甲瞪一个倒啊，手听一礼拜。乡长，伊讲这句话的时阵是什么时间？因为后来在6月份有做成决议已经下来了。那个行政命令已经下来了。6月28号那个公文已经下来之后，是不是？已经来啊！我叫伊解释给我听。啊，结果我问伊讲，我地经甲地农吼，我嘛地农嘛，我有地经，我甲地农买地产来做，安尼爱税无？伊讲一定要，安尼一定要啦。所以等于说，这边您所出具的这个文件，就是说，这个文件哈，这是契作农场，然后还要提供这个土地所有权状去进行调查，就是对，国税局还要去调查，他们有侦查权吗？我今日这契作书若是假的，你给我上法院，你给我上检调单位，我都没话讲。竟然国税局一个人叫去，一个叫10几个，叫去国税局啊问讲，你敢真正种地？你敢有影有注意？哦，这是真正是啥物社会啊？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最后我们主秘再做一次的这个解释跟说明？针对头仔咱乡长吼，一个职位讲咱税管机关有迄个调查权无啦吼。我甲各位讲啊，咱的所得税法吼83条安尼写啦吼，课征机关进行调查爱复查的当时，纳税义务人应该提示伊的有关的证明所得的效谱文具，啊无提出。迄个提出来部分，课征机关会当按照查录资料去进行去迄个查，而且呢，这个情形若讲含这个，咱这个提供像我咧查这间公司，看着讲有提供的资料部，我嘛有迄个调查的情形。所以这个部分头讲你头讲1500万好，然后讲1500万讲台北市国税局伊咧查，但是讲我每一间地药公司国际化的地药公司，伊有甲咱农民买1500万的这个地药。啊，当然叫伊去了解讲，你这个地药1500万来讲，到底是毋是拢你家己生产、自行生产、家己去产，当然这一步免税。你若讲有工所顾部分，咱头仔讲，你讲60这个当然你是咧讲伊迄个提供遐企业啦吼，我是咧讲即嘛即个情形吼。
现在问题讲，你用6个28财政部迄个解说人讲，你即、个地经啦吼，你替即个农民加工，即、个地产加工的当时，当然即部免办应该登记啦。至于讲你加工了以后，别人交互你这物件，你搁去卖掉的部分，这个变成出租茶啦，好交互迄、个遐地药公司、国际公司来讲，你是交互的咩？啊，交互是毋讲有回归到咱头仔讲柠檬榨汁以后，即、个形态是咱的农产品最后原是可以免税。啊，咱即个地产甲土质地是毋是安那受咱地hiệu的后段的即个形态改变？这一部分是不是要课税？当然，即个主管机关伫咱行政院农委会、财政部会含农委会去协调、去讨论，即个部分都已经在进行中啊。即个部分我看头委员了解伊的充分了解，过去即个部分做最后的决定，互咱农民有一个交代。吼，这我看应该详细是安尼啦。至于讲一寡迄个处理上的细节啦，吼，是毋讲有实在这。因为大家立场无共，而造成一寡误会吼。我看这个部分，我甲来了解一下吼，咱会当将这个问题吼来做一一的改善吼，或这个问题吼总共一句啦，应该咱农民家己生产的吼，这个农产品应该是无扣税的。好，谢谢。那最后是请委员就针对今天我们这个，就说这个粗制茶或者农产品这样课税，到底是对人还是对物，还是怎么是未来的立法，我们要更确的去明确规范，才能够让所有的台湾这些从事农业生产农民都能够放心，不然不知道下一次那把火要烧到哪一个农产品了。好，迄个国税局南投分局的桂分局长吼，有发函给其他19个分局，然后请各分局表达对粗制茶以前的扣税的态度来表示意见。即马。我有问这个桂分局长，伊甲我讲，19间的分局拢已经将意见提转来咱南投分局，分局集中了后，送去你国税局，国税局才阁邀财政部。现在财政部要甲农委会，要听农委会这意见，我相信农委会一定会徛伫咱农民的身边。未来财政部甲农委会为着咱粗制茶以前要扣税也毋扣税这个部分要做决定的时阵，我会全场去参与，我嘛会去表达我的意见。我一定徛伫咱农民的身躯边，徛伫咱茶农的立场来替咱茶农争取，一定要达成茶农免扣税。这点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努力。谢谢大家，谢谢。好，那最后这个陈处长，这个乡长对您寄望很深啊。好，咱我想解决问题上较重要啦吼。应该听咱张主秘讲遮济吼，我想这个问题会解决吼，会解决吼。就是唔免讲到讲小过这个地步啦吼，不用到那个程度吼，应该是可以很顺利的解决吼。因为我相信咱中央遮吼，嘛拢有听到咱地方的声音吼，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啦吼。咱民间地这绝对是好地吼，咱县政府遮吼绝对会。搁继续来推销咱的民间的茶吼，咱每一边的活动像头前讲的这个茶叶博览会吼，也是讲咱去国外各种推销的这个活动吼，我拢会带大家过吼，咱大家拢有机会吼，过去推销咱的民间茶吼，咱家己过好，咱的茶品质过好，咱民间这个名声都会起来吼，都会当像陆国的呢，咱因陆国这个。茶遮出名嘛，毋是讲1、2年吼，伊嘛是累积吼，过了10年，直直办这个茶展啦、茶比赛啦，伫安尼咱民间嘛会当安尼啊，因咱上大地区伫咱民间呢，咱即摆说300几个乡镇吼，产茶上济就是伫咱民间吼，所以咱对咱个茶这个产业一定爱大家爱珍惜啦吼，甲咱的品质过好吼，政府会甲大家来斗杀，互咱的这个名声更较大咧吼，大家会当赚大钱安尼吼，多谢各位，谢谢。今日来到全台湾最大嘅茶乡南投县嘅苗件乡吼，来讨论咧种到底咧种处置茶爱打税目嘅问题吼。像今日呢，台下乡有请到嘅意见，台当嘅国税局嘅主任秘书咧提供嘅看法出来，到底咧去安尼。目前很多人行政院农委会并财政部当中来做最后的裁决哈，最后出来的结果很样板型的，像值得大家持续关心。注意，当然要陪全台湾嘅农业生产在搞推，到底下面啷摆你嘅农业产品，那个
世界选做迄农产品，马世界变做迄商品，因为万一来打水，要万一打水合理的，也想出得大家共同来面对并思考。像以上今日村民台币感谢艺术馆，下礼拜也请 Q R 时间持续收听村民台币新闻，大家安子谁在币。